6月22號星期日，沙田馬場安排咗11場草地賽事舉行。頭場4點正開跑，田草用全闊嘅 A 欄作賽。A 欄賽事綁位不拘，馬匹前置或者置中係有利嘅，長途留後踏，翻到直路後衝都 OK 嘅。本台而家嘅訂閱人數仲未夠1000嘅，要超過1000個訂閱者先至有一個廣告盈利收入嘅。未訂閱嘅請你訂閱，多謝。星期日天氣炎熱，局部地區有驟雨到時大家留意下場地。馬會暫時係掛緊呢個好地牌嘅。第一場4班1000米直路賽，呢場我中意1號呢個標誌極光阿黃寶嚟騎嘅。標誌極光2、3月份跑過2場呢個田草1000米直路賽咧，後上唔錯㗎。其實就落4班揾黃寶嚟減咗10磅，可以做膽。配腳3號精彩進帳，4號紅桃新星，拖埋隻11號嘉應駿馬。第二場5班2000米賽事，呢場可以4號皮具大師做膽，包到騎127磅，排第10位。皮具大師最近分別喺谷草1800米同埋谷草2200米分別贏咗出嚟嘅，仍然留喺5班好着數嘅。皮具大師沙田作賽都跑得唔錯㗎。呢條片係3月15號田草1000米賽事，紅色箭嘴指住嗰隻係皮具大師皮具大師透出咗，埋邊神驅馬靈逐步追緊，中間仲有上感恩佢後邊都唔錯飛馳最出仲有領航傳奇接近終點啦，咁神驅馬靈。第二場我要4號皮具大師做膽，腳拖3號暴風雷、13號黃金風速同埋1號客家之光。第三場4班1200米賽事，呢場我要14號線路光華做膽，黃寶嚟騎107磅，排第6位。線路光華前一場喺田草1200米賽事5班賽事黃寶嚟騎嘅就贏咗個幾馬位翻嚟嘅，跟住升上4班潘明輝騎就跑第3，都係輸1個馬位。禮拜日再揾翻黃寶嚟騎107磅有力放到嘅。夢幻進區呢條片係5月4號田草1200米賽事，呢場5班賽嚟㗎。紅色箭嘴指嗰隻就線路光華，當時都係黃寶嚟騎，由頭放到尾係4個幾馬位。第三場我要14號線路光華做膽，腳拖2號老班精神，4號佳運發，拖埋隻5號金創福威。第四場4班1000米賽事，呢場我睇到4號火焰閃爍潘頓騎嘅。火焰閃爍喺5月4號跑過一場田草1000米賽事，當時係艾杜拿騎㗎，出閘包尾嘅，一條直路衝上嚟贏咗嘅。呢次只係加3磅就換咗潘頓上陣，仍然可以穩位望贏。配腳13號海船幸運、3號其次鬥士同埋8號肥仔精神。第5場4班1200米賽事，呢場我中意6號常常發財楊明倫騎嘅，常常發財3歲馬，上次喺香港首次上陣跑呢個田草1000米賽事，出閘喺2位跟翻嚟，翻到嚟又係跑到第2。有一個上陣經驗之後，星期日再出應該可以穩位望贏。配腳2號火悟空、5號白露金剛同埋4號遨遊波士。第6場精英杯3級賽嚟嘅1004米賽事，呢場我中意6號包裝天象潘明輝騎嘅。包裝天象今季跑過5場田草1004米賽事，攞咗3個 win， 一個第2，一個第4。禮拜日精英杯平榜賽嚟嘅，包裝天象有力再贏一仗。配腳要5號手機標霸、3號賢者無敵同埋9號神虎龍區。
歡迎免費訂閱 Win 卡卡，先按訂閱，再按響鐘，有新片嗰時就會通知到你㗎啦。最緊要俾個 like，同埋請我飲咖啡，多謝晒。第7場4班1400米賽事，呢場我睇到3號做好自己，阿霍宏升騎嘅，做好自己啊！嚟香港跑咗9場賽事，跑到第9場先至喺田草1400米賽事有霍宏升騎大勝對手2個馬位，打開香港嘅勝利之門。禮拜日加重7磅，由阿霍宏升繼續策騎，可以穩位望贏。配腳要5號時尚歡欣、8號賢者威風同埋12號風神。第8場青鷹蝶3級賽嚟嘅1800米賽事，呢場我睇到8號和平波蔡明少騎嘅。最近一仗啊，和平波由頭放到尾，贏出呢個3級賽嘅1600米賽事。喺4月20號跑過一場田草1800米賽事，跑返嚟就輸短頭馬位，攞咗第3啊！配腳1號直線力山、13號遊龍串鳳同埋4號安平。第9場3班1200米賽事，呢場我中意13號寶進，阿梁家俊騎嘅。上2仗跑谷草1200米賽事都係孭135磅，搏返嚟都係跑過第4。最近一場跑咗第2，佢喺3月30號跑過一場田草1200米賽事，淨係孭126磅，由頭放到尾啊！贏對手2個馬位，上3班孭輕磅，有力爭勝。配腳4號何好運、3號運高八斗，拖埋隻12號快靚王。第10場3班1600米賽事，呢場中意10號龍城精將，阿希威森騎嘅。龍城精將嚟香港跑過5場田草賽事，其中2場1600米就攞第2嘅。馬就越跑越進步，星期日可以穩位望贏。配腳要8號閃光燈、9號鐵金剛同埋5號幸運派彩。第11場3班1400米賽事，呢場我要7號南區之星做膽，買少禮騎126磅排第5位。南區之星3歲馬，喺香港跑過5場田草1400米賽事，喺4班贏1場，再升上3班，再贏多場。馬成熟進步，狀態大勇，星期日可以穩位望贏。呢條片係4月20號田草1400米賽事，紅色箭嘴指住嗰隻南區之星。呢場啱啱上3班㗎，要有嗰幾部過晒。咁第11場我要7號南區之星做膽，腳拖9號綠野飛馳，12號紫荊拼搏，拖埋個6號一定超，連贏位置 Q。第2場4號皮具大師，拖3號暴風雷，拖埋13號黃金風速。第3場14號線路光華，拖2號老班精神，拖埋4號佳運發。第11場7號南區之星，拖9號綠野飛馳，拖埋12號紫荊拼搏。6環彩頭注。第6場6號包裝天象。第7場3號做好自己。第8場8號和平波。第9場13號寶進。第10場10號龍城精將。第11場7號南區之星。三寶投注第1口。第3場4號佳運發同埋14號線路光華。第4場4號火焰閃爍同埋13號海船幸運。第5場6號常常發財加埋4注飛。
三寶頭柱第二口，第9場4號何好運同埋13號寶進，第10場8號閃光燈同埋10號龍城精將，第11場7號南區之星加埋4注飛。本台而家仲未有盈利廣告收入，請各位掃描二維碼請我飲咖啡，多謝。下期再見。